心仪的对象，可是他在这个吹奏口簧琴的时候，那个女的可以不要理他，或者是说你还可以跟他对应一下。可是等一下要踏跳的时候，那个女的就很有技巧，就端就跳到别的人前面去了。那个男的你就要有自知之明哦，原来这个女的怎么样？不喜欢我，所以下一曲的时候，他不会再去他的面前叮叮叮叮叮叮叮，他就再去找别的对象。好，所以我们不会打架，我们不会生气，你就要有自知之明。然后我对他有好感，你要试探，你就到他前面去啊，跳个舞，吹奏个口簧琴。如果他不理你，对不起，你自己要感觉赶快酸了哈。